话。今天的圣经节有2段，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4节，以及以弗所书第1章第23节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4节到第16节，新标点和文在231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4节到第16节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，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哉尽情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另外一段，以弗所书第1章第23节，新标点和本在211页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23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以上。这时，请刘英元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家回来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回家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阿爸天父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从这世界回到你的家，回到我们的家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有家可以回。你知道我们今天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如何的复杂，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沉重，我们的心有的是如此的喜乐。主啊，不论我们的心如何，你都用你的平安来拥抱我们，你用你的恩慈来等待我们。谢谢你让我们齐聚在这里。主，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。我们原是听也听不懂，看也看不清，因着你是启示的灵，你来启示我们，而且你是全能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听了这些话明白了，又有力量去实践出来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一个女儿，她写一封信给她的爸爸，她说：爸爸，在夜深了，我坐在床上要写给你信，我很想跟你谈一谈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单独跟你在一起。爸爸，我觉得我们家一直以来好像在开一部好车，就像那辆你一向喜欢的那部车一样。车子里有各种配备齐全，外面车的外壳一丝刮痕也没有。但慢慢的，车子开始出现问题，常常冒烟，轮子也会摇动，坐垫也扯破了。这部车一直以来都是你坐在驾驶座，妈妈坐在副驾驶座旁边，我跟伯恩，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伯恩哈，坐在后面。我们觉得很安全，但是从上一个月开始，就换成妈妈在开车。一个晚上，我们刚刚出家门，一个车道转弯，突然来了一部失控的车撞到我们，妈妈赶紧把车子转开，但那部车还是撞到我们。巨大的冲击力把我们从车子里弹出去，撞到电线杆掉下来。然而爸爸在
被撞之前那一刹那，我们看见是你在驾驶那部撞过来的车，而你旁边住的是另一个女人。车祸这么严重，我们都被送到急诊室。但是当我们问爸爸你在哪里的时候，却没有人知道。我们到现在仍然不清楚你在哪里，是不是也受了伤？需不需要帮助啊？妈妈伤得很重，她撞到方向盘，断了几根肋骨。我跟弟弟伯恩也是非常严重，骨折。从那一次以后，车祸以后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下去，但现在还好，我们都活下来。但是我们很想念你，每一次都盼望你能够来医院看我们，但我们每一次都失望。爸爸，你好吗？在车祸中你受伤了吗？你是否像我们一样，需要你一样，那么需要我们呢？如果爸爸你需要我们的话，我们在这里，爱你的女儿金培丽。这女儿的这一封信，使这个有外遇的爸爸的心被改变，再次回到他的家。几个月之后，这个爸爸跟妈妈去婚姻的协谈中心得到了帮助，这个家庭再次恢复那原先的活力。因为一封信，一封有画面，一封有图像，使这个家再次回来。这个女儿用的就是感性语言的图像，她用一个故事，用一台车，用一个比喻，打动了男人理性的心。我们在圣经中一直是用感性语言的图像，如果我们回想起来，耶稣用的更多，使人看着圣经这些譬喻，听见了可以感同身受，被打动。理性跟感性同时都可以能够遇见上帝的神性。今天保罗也一样，我们看到经文，保罗今天他透过他的书信当中，他就是想要快一点，在经文说，我想快一点来看你们，如果耽搁了，这个信是要来告诉你们，是他来教他的这个年轻的他所带的提摩太，来教他说，这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，这个上帝的家应该怎么样来生活，这个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，是真理柱石的基石。保罗就是用了当时候许多的图像，他们能够理解的，他们经验中可以经验到的，哇，什么是教会？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以弗所的教会，他写信给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正在帮助以弗所的教会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有一个特殊的感情，他很希望可以赶快去，但是那时候交通各方面不是那么方便，于是他就写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。我们今天也一起要来学习什么是教会。在这里保罗用很清楚，用一个我们都熟悉的，我们都才刚刚从我们的家出发来到上帝的家，就是教会。教会是上帝的家。教会的由来是可以从旧约的时代
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的子民被聚在一起，不是只有聚在一起而已哦，还要加上敬拜上帝的这个行为，才叫做教会。以色列从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他出埃及的时候，建立这个敬拜神的这个会幕。会幕就是一个印记，什么印记？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与人同在的地方，除了云柱跟火柱之外，那时候摩西按照神的心意做了一个会幕。这一次我们7月31半宵祷告，就是要透过从旧约来学习会幕怎么样进入到圣所，怎么样进入到至圣所。我们透过这些有形的，我们可以开始领受那无形的神，看不见的神，体味那看不见的神。神就是这么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有太多看不见的，我们没有办法领会，他就用圣经，用那些图像，用我们经历的来告诉我们，来启示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了能够活出神要给我们的祝福。不然这些祝福讲白了跟你没有关。我们这些祝福，这些福音好消息，如果我们只是嘴巴讲，好可惜，我们就活出来吧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他的美意要我们活出来。在以色列历史在进展到王国时期，所罗门王所建立的圣殿，到了新约更是在司提反的时候才有了这个教会更具体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在司提反说，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，这人就是摩西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会幕哦，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。那我们看到旷野会中，旷野会中就是在圣经里面首次在新约的时候出现有教会的概念。当然我们知道教会两个字也是在后来使徒行传开始有的。那我们想，我们的这一位神，什么原因他要以家来比喻教会呢？如果没有人的地方，就不叫做家啦。我们如果从周一到周四来，2楼的这个地方几乎都没有人。请问那时候这里是教会吗？想一下刚才人聚集，而且还有敬拜的行为。那么请问我们周一到周四甚至周五的时候，这2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，这里叫教会吗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没有人就不叫做家，但是没有爱也不像是家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家，神特别用这个图像，是我们可以领受、可以经验到的家，要来教导我们家我们当怎么样，神的家我们当怎么样来行。这个家我想我们很清楚，你的家也一样会是保护你的，不让你受到风寒，不让你让那些野狗、野猫，甚至有野兽，那些撒旦攻击你。神的家它可以保护你，你的家也要保护你的孩子，教会也要保护我们众儿女。家也是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使我们可以得着神话语的喂养跟帮助，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。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看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不但是供应，是保护，也给我们温暖。家给我们保护供应我们，还给我们温暖。那看起来这个就是爱吧。所以传道常讲，基督教的信仰简单来讲一个字叫什么？ Yes。 哪一个爱？妨碍的爱吗？千万不要是啊。一个字爱，是上帝爱你，
上帝不是要妨碍你，所以亲爱的大家，千万不要成为别人的妨碍。我们在家里很常会这样，我爱你呀，这个是我的好意呀，但是这个爱常常变成什么？妨碍，妨碍你跟神的关系，妨碍你跟人的关系。怎么说？我们的青年当中差不多1个月前，有一个青年气冲冲的跑来我办公室，说传道，某某人带的敬拜，那是什么敬拜啊？敬拜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敬拜礼拜6不应该是怎样怎样怎样。家就要有保护、供应、温暖。我是牧者，我是青年的牧者，我就听了，还有，家应该让他安全的说出他心中。小组长不应该这样做的，应该怎么做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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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传道知道，当有人指责你，你有多生气，代表你有多骄傲。人家指责我，我传道有多生气，代表我传道有多骄傲。我只能说，亲爱的同工，某某人，我听见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知道怎么处理，除了祷告之外，我可以邀请你来带敬拜吗？如果你有意见，如果你觉得敬拜不是这样带，如果你觉得小组长不是这样当，太好了，明年我可以安排你，你愿意吗？关键在这里哦。如果你只会说这是我的好意，这是我的美意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但是当你说传道，或者是听到的人说好，这是家，我们一起来，那么你来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么传道只能说，这个不是爱，这个是妨碍的爱。听起来有点沉重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青年说 yes， 你说的哦，你要给我带，对不对？我说对呀。你说的你要给我当小组长，对呀，但不是现在，是明年。我要装备你以后。好，亲爱的大家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这个青年带了7个人一起来敬拜。昨天晚上如果有来敬拜，有来周六礼拜，你就知道那个敬拜有多美呀。然后被批评那个人，那个朱琳，因为我让他们2个对话，他就坐在下面，他流泪，他感动，他回应神说：为什么我们会知道？因为昨天周六礼拜之后，我就让讲的这个人批评教会家里面服侍的人，这个人就到前面来。我说某某人，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边带敬拜？他就不好意思讲，因为我批评人家，所以我今天传道说那好了，你来做。他说好，我就来了。然后我也让那个被批评的人也来分享。他说感谢神，我很感动。我刚刚在那边听这个人批评我这个人带敬拜的时候，神跟我讲说，某某人啊，我要用谁，你还关你什么事吗？你愿不愿意顺服？我们这个青年说我愿意。亲爱的大家，如果你的好意，你的心意对这个家是合神心意的，那么传道要说一起来，不是只有用嘴巴说家人怎么样，可以说，但是我们一起来，因为家就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系。传道3年前来这边的时候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：传道，你不知道啦，我们教会不再一样了啦，这个家不再像样的家了啦。我说那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家人？
亲爱的大家，家人就是包括你跟我，这个家，我们一起来保护、供应彼此供应，我们彼此温暖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不再是妨碍别人的，而是我们用亲身经历来爱人。这是什么时候的图？有人嫁女儿是吧？是他嫁女儿吗？不是陈长老嫁女儿哈，是谁嫁女儿？是昨天。我们看到昨天是我们的许福昌长老嫁女儿，但是感觉是我们迦南教会在嫁女儿哦。这就是家，不是只有许长老在嫁女儿，也不是只有许长老、许福昌长老担另外一个。他昨天站在这边，他除了感谢神让他的女儿昨天可以订婚顺利，他同时分享了他的爸爸，他爸爸正在加护病房，而且已经走到人生的终末。他的遗憾就是昨天没有办法参加他所爱孙女的订婚。我们都一起经历耶，我们的心一起七上八下，这就是家。家有很多我们的记忆，这些记忆是不可抹灭，这些记忆就是家。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家，上帝的家，更像上帝的家，好吗？如果你觉得这个家不再一样，希望我们的家能够恢复这个家的功能，特别是永生神的家的功能，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呢？这个家是我们聚集一起要来敬拜神的，神意思就是要我们彼此连结，像我们刚才起应文所读的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彼此连结，而不是只有嘴巴说，而不是只是站远远的，不是，我们要重新来敬拜神，这就是家。如果教会里面你觉得来教会只是快乐，那么教会只不过是俱乐部。如果你来教会只是为了朋友来，今年很多是这样，但你刚来的时候动机是什么不重要。就像我们今天有夏令营的所谓的同乐会、同学会，上个礼拜结束之后，这是要见证神的。礼拜五是台风天，本来我们礼拜五就要结束，礼拜五我们有成果发表，我们有邀请家长，其实不会超过20个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因为台风天，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，延后一天到礼拜六才成果发表。礼拜六家长来多少人？抱歉，3楼坐不够啊，满出去，满到外面去哎。这些孩子，这些家长，他们今天还要回来我们教会，他们或许是为了是朋友，但是刚开始没关系，他认为这里只是社团没关系，但是他要让他经历在这里是家。或许有些人只是为了得着安慰。我们去年这种同学会，夏令营同学会，就有一个家长带了一个孩子第一次到教会来，而且他很妙，那夏令营的这个传单，他还是因为去吃面，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拿去放在他工作的地方，他只不过是去吃那个吃面，看到那个单，然后就来了，然后来了参加5天之后，我们又有同学会4次同学会，然后他又跟他的孩子一起来了，江杰如老师在那边带家长班，然后5月就受洗了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都有份好吗？今天有很多可能是因为要快乐，可能是因为要朋友，可能是因为要安慰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要补助。我们有做很多社福的事情，食物银行，我们不要单只是社会福利，我们要福音双福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给人家真正解决的福音。如果我们只是单这些，真的
不够，我们应该在神的家中，我们应该是要以拥有神，我们就拥有神的真正从他来的保护、公义跟爱，是属神的丰盛。我们更应该要让我们这个家有真理，成为这个柱石跟根基。如果我们的家只有讲爱，不讲理，那么我们这个家很可怕。我们当然要讲道理，讲不止道理，还要讲什么？真理。在我们讲真理里面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这个家的真理是什么？传道有很多的个案，我都不好意思讲。我在这里3年，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真的也不合真理。有人私下告诉我，传道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喝酒？我们可不可以用喝酒为聚会的理由聚集？可以吗？都没有人声音，意思是说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时候有机会让你说，请不要有机会的时候不说，然后来告诉传道，你要来说，你要来说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都是家人。讲一句比较抱歉的，长久眼光来看起来，我们牧者，我们有阶段性的，这家人是我们大家的。请问我们可以用喝酒当作我们聚会的原因吗？请我们勇敢说不。我们或许可以喝酒，但是我们是品酒。但是传道要说，我有机会2个礼拜后我要去上蔡茂堂牧师的课，就是我的老师。我这一次要再去上他的课，其中我被选的课就是上瘾这个课，特别是酒瘾，是跟人的体质有关系。就是有些人就是喝一点点酒，他也是会有酒瘾，他也会上瘾。有些人的体质就是喝再多他都不会酒瘾。那喝酒是酒瘾是很难去治疗，唯一一个可以，他依靠上帝。身边的人滴酒都不能让他喝，连鸡那个什么酒麻油鸡都不吃。所以请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家人一起来好吗？千万不要说啦，啉一杯不要紧啦，喝一口没关系啦。有关系，有些人有关系。你不知道他的体质，他连1滴酒他喝了，他要用更多。我们这边有医生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研究这个。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会上瘾的，特别原住民，他们有这个体质，因为他们肝脏，他们需要喝更多酒来修复。那不是恶性循环吗？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家不只讲爱，我们这个家要讲真理。我想还有更多，我们不只是这些物品的上瘾，我们还有情绪的上瘾。那我想我们会持续一起在家中一起来成长，一起来成圣。保罗很妙的是，他会用真理的柱石跟根基，其实呢是跟他当时候那个环境、那个建筑物是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这个地方吗？应该没有了哈。这个地方是很妙的，它其实是以弗所那时候城市人民聚集的地方，是他们敬拜他们女神叫做雅底米的地方。而这里有127根柱子，每一个柱子的最上面都会刻一个在当时候最有名的人的图在那边。他用的这个比喻就是当时候能够了解的。他说啊，保罗就说，你看那时候的人都会怎样把这些重要刻在这127根柱子，这个房子才不会倒，而且要让那时候的人民看了以后说，哦，我们要学习跟他一样。所以他说，我们教会应该要像这样，把真理刻在哪里？柱子上。我们应该把这个真理常像我们的柱子一样，常常挂在那里，提醒我们的生活该如何来行。愿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把上帝的话语跟真理。你说这本太大本，常常传道讲不，很简单。你每次做的事情，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很简单，
你都来想真理有没有符合，行公义，很好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这本书，这本圣经就这么简单。我们的教会真理有没有符合这边？当你说的我的好意呢，我的美意，拜托衡量一下，你的好意跟美意有没有行公义？有，这些都是不公义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小组不是这样带的，敬拜不是这样带的。好，行公有没有好怜悯？你有没有多一点爱心？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时间时机，你如何说？你的态度其实很重要。有没有存谦卑的心？你知道我们这个青年昨天在那边见证很可爱，他说很不好意思，其实只要敬拜神，只要心态对，怎么样敬拜，其实有很多方式。可是那时候我在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才是对。我在批评那一个主领的时候，就觉得我的才是对。我说感谢神，有盼望啊，我的青年有盼望啊。自义最可怕，自以为是最可怕，影响最大。记得吗？手举这样那个人是谁？德国的希特勒吗？他觉得他对吗？你知道那时候神学家、那时候牧师、那时候神父，有几个人说 no， 他不对的，很少哎。所以自义很可怕，我们彼此帮助，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帮助彼此。传道也会说错，请你用上帝的话，用多一点的爱心，告诉传道哪里不对。好，你们私下告诉我，我有机会我会来说。就像今天我说了，找了一个机会来告诉大家。如果你觉得说传道你今天讲的话就是针对我哈，传道要说我没有不好的意思，我说的是真理的话。如果我得罪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是按照神的真理来说。我们一起来学习，我们一起在家，我们的家，上帝的家中，我们活出神的真理，这才是上帝的殿。我们活出上帝的心意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以神的心意为心意。那么我们每一次到年底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，神啊，明年我们要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主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会，主都会透过祷告会来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跨年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以祷告为一年的开始。我们在受难日的时候，我们也通宵祷告，不是主啊，你一定要按我的心意，而是主，我表明我的心意。若是我不合你心意，让我来改变，来调整。你是我们的头，你是我们这个家，你是一家之主。主，你就走在前面，主，你就负责，因为主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是我们教会的主。在7月31农历快要过到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办小祷告。等一下我们会有这样的影片，邀请大家7月31星期五，我们就一起来用4个小时半小来到神的面前，领受更多我们个人或家庭，求神来引导我们教会，或者是你自己的家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主已经成就一切的拯救。在这里保罗又说，他要持续要来做基督这个的工作。我们都是这个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都是基督的手跟脚，所以我们要透过我们去做出来。不是神不行哈，不是耶稣基督能力不够哈，不是哦，乃是神邀请我们跟他来同工。我第一次来教会3年前夏令营的时候，是慧玲老师在国小。慧玲老师几岁？他还在桃园国小，很热，他在那边也服侍，因为他要成为这个家耶稣基督的手跟脚，他愿意跟神来同工。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的夏令营，穿绿色的都是我们的同工，我们有将近80几位同工，我们有将近140位穿红色的是我们的学员。我们一起在这里，我们带领这些孩子
来领受神的爱，我们都一起成为这个家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我们看到我们有做恩友，这都是我们怎样？我们愿意成为跟神一起同工，成为这个家的手跟脚，我们一起使这个家不只是享受而已，我们这个家还活出基督在这世上的祝福，来跟神有一起拯救的这个计划，我们都有跟神可以来同工。所以我们除了是主的手跟脚，当然我们就是跟神是肢体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常常称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就能够同苦同快乐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各自是肢体。你的肢体当中，既然肢体就是身体吧，你会说你的身体有一只脚，有一个脚趾头黑了、脏了、掉了，不管它，会吗？会吗？就是一只脚，要不要救这个指头？要不要救？要，因为我们是生命体，这个指头痛，全身都痛，是吧？我们教会里的家，如果有一个肢体黑了，你在乎吗？你在乎吗？在乎，感谢主，阿们。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跟主耶稣，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顾，我们不会因为脚这个脚很麻烦了，丢掉，又黑又脏，很难看了，丢掉了，会吗？这个礼拜一晚上，我的哥哥打电话给我，用 LINE， 你赶快回来，你来给爸爸协谈一下好了。我说为什么？跟爸爸协谈我不会，我只会跟他聊天跟别人我可以。他说爸爸住院，上个礼拜就住院。他说他的脚越来越黑，因为我爸爸有心肌梗塞，6年前做过手术，他的脚趾头有一个3年前在我们当中做礼拜的时候就有破洞，一直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因为他血管从脚开始阻塞，心脏也阻塞，那脚也阻塞，那就越来越黑，越来越黑。他说那个伤口就不容易好，所以这个伤口到了3年之后的上个礼拜就变黑掉了。他说医生说他们看了那个血管的末梢神经，医生说这个指头可能没有办法，那可能要截肢。要不要截肢？要不要截肢？要不要截肢？很难做决定。你回来吧，你跟爸爸谈一谈。我的姐姐是马偕药剂师，她说你要回去跟你要尊重她，看她要不要截肢。为什么？为了救生命，为什么不截肢？因为她从哪里截？她从大腿，一个脚趾头黑掉，要从大腿截肢。你愿意吗？而且是2只，因为他2只脚都越来越黑，越来越黑。如果是你的身体，如果是教会的身体，你愿意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大过这一些。我的爸爸在这个礼拜3，医生另外一个科赶快跑来会诊，说这个不是末梢神经血管阻塞，不止这样子，我们看起来我们已经去做了化验了，这个是有一种菌，赶快给他抗生素。亲爱的大家，上帝透过医生用抗生素，我的爸爸在我礼拜4要回来的时候，他一直恢复血色，一直恢复血色，通了。他不用再截肢，但是他可能要让这只指头自己掉下来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因为截肢可能又没办法恢复，
没有办法弥合，就让它自己掉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它自己掉吧。如果是你的脚，你想想，这如果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肢体，让它自己掉吧。你有想过我们教会谁已经没有在教会了吗？他已经黑掉了吗？有，就在你心中的那个人，他早就已经血管，神的爱没有办法供应到他身上，温暖没有办法在他身上，真理已经在他已经不站在神这边了。你要让他黑掉，你要让他掉了吗？你要让他就截肢吗？亲爱的大家，让我们这个家回来好吗？看看你身边的人，看看你心中那个人，不要让他黑掉，到没有办法救，甚至要截肢，甚至就让他自己掉，不是，好不好？我们多一点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让主的爱疏通，不是阻塞，不是让它黑掉，让这个家再恢复神的家，好不好？为你知道黑掉的这个弟兄，黑掉的这个肢体，为他来祷告，一定也可以跟我爸爸一样经历这个神迹奇事。今年我们的青年就有人回来，好几位都是因为一些事情离开教会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传道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前不懂事。”我说：“传道也要说，请你原谅我，如果我有得罪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但是家人就是可以和好，就像我们的青年昨天晚上很美的聚会，彼此在这里和好。家可以吵架的，家可以和好的。”有个广告说全家就是你家，那个便利商店，你愿意相信吗？我不会相信，因为你进去都要钱嘛。来迦南教会不用钱哦。你若不懂得奉献，拜托等一下不要奉献。你若不知道奉献意义，请不要奉献，因为我们那个不是交钱，我们那个是回应神的爱。教会可以成为我们心灵温暖的家，愿我们这个家都恢复家的功能，恢复上帝神的功能，让我们每个肢体不会黑掉，每一个肢体都活起来。一起来祷告。是生命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的筋骨，使我们的血管都能够舒畅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这个家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是主你的家。主，你的众儿女们在这里，有的已经将近50年。这个家因着神你爱我们，你保护我们，你供应我们，你给我们爱。主，你也要我们在真理里面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彼此相害。你要我们彼此帮补，彼此互为肢体，我们可以同苦同快乐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肢体当中，有人已经渐渐失去血色，已经渐渐冷淡，已经渐渐黑掉，甚至即将掉到恩典之外。主，我们要为这一个人祷告。主，你已经听见你儿女们的声音。主啊，谢谢你永不放弃我们肢体中
那脚微弱，那失去血色，那已经黑掉的，就是我们刚才心里所浮现的这个人民，所浮现的这个事件，所浮现跟事件有关的人。主，愿我们这个家先回来，我们这个家先恢复我们这个家该有的样子，使主你的圣殿不致蒙羞，让人回到这个地方，回到这个家来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重新得力，我们彼此帮补，我们甚至能够成为这社会的祝福跟盼望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用主你的主祷文，我们一起要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